我自己来。谢谢。贤哥他们从旁边的小河捕了几条小鱼，我就做了些鱼汤，你来尝一尝吧。贤哥，主子，上官一夜未归，凌晨才回来，你去盛一碗鱼汤给他送过去，就说是玉阁主亲自下厨做的，请他尝尝。我做的鱼汤为什么要分给他啊？阁主和上官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缺一不可，和谐自然相处最重要。既然是我做的鱼汤，那我亲自送去便是。上官公子。我刚才炖了点汤，你也来一碗吧。不必了。我这么做全是为了殿下。为了公子，若真为了公子，就不该逼他逆天而行。何为天，又如何逆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倒行逆施必遭灾祸。玉阁主为何不替活着的公子想一想？他背负的所谓复国之名，若成了，只不过是圆你们的妄念，可若不成呢？这断送的，可是他的一生。你是天圣人，自然会百般阻挠，阻止我们复国成功。在下是天圣人不假，可也分得清是非黑白、好人坏人中间善恶。玉阁主，公子的志向从来不是功名利禄。是你对他了解太少。恳求皇上饶小女一命，饶小女一命啊！秦相爱女心切，可为何要在朕最在意的事情上犯糊涂？回皇上。小女私自将云郡主下狱，或许不对，然而她却是一心一意为皇上考虑啊。云浅月与荣景先前有染，难免她不与其烛台暗结。小女也是怕皇上受其蒙蔽呀。是逆贼荣景觊觎浅月，浅月自始至终和他没有任何瓜葛。还有，以后要叫皇后。皇上，老臣若不是担心天圣国运，又怎敢以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污染圣听？这荣景改头换面，在天圣潜伏多年，又深得先帝的信任。然而这一切，他竟是为了报灭国之仇。荣景，他先行谋害先帝，又将皇后送回天圣。如今皇后怀有身孕，这难道不是他在利用计谋吗？皇上如何处置小女，老臣绝不敢求情。只是皇子乃是国之根本，当年臣也是甘愿辅佐皇上，至今此心不改。皇上若认为老臣图谋不轨，老臣愿长跪不起，以此自证清白。
看在秦相为朕卖命多年，朕可以饶了秦都官。不过，秦都官要在牢里多待些时日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不知秦相以为如何？臣谢陛下隆恩。还有，朕以后不想听到任何有关于类似的言论，否则绝不留情。臣遵旨。退下吧。皇上，陈柳回来了吗？回皇上，还没有。有老姑娘了。殿下大病初愈，还是小心些好。要是染上风寒，就不好了。若是心中有一些不快，可找亲近之人吐露一番，否则伤了身子，就不好了。洛瑶姑娘，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如今我伤已痊愈，实在无需姑娘再过多操劳了，否则荣某心中有愧。殿下是否还在因为郡主之事而怪罪于我？并没有，洛瑶姑娘多虑了。是我多虑就好。毕竟我和你曾有婚约，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主子，臣有嚷嚷着要见你。我和贤哥去便好。放我出去！荣景，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小人，放我出去！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？有本事杀了我！你想死也得我家主子点头。不过我家主子也说了，暂时饶了你这条狗命，迟早派上用场。哼，这江山是先帝打下来的，你们这些狼子野心的齐国余孽，竟妄想谋夺天圣皇位，做梦！当初先帝就不该心软，信了慕容氏的鬼话，才生出如今的逼宫惨剧。荣景，亏我还以为你是条汉子，竟不念老荣王养育之恩，先帝器重之情，惹出这等祸乱天圣之举。我呸！我荣景一心只想替慕容家平反，从未想过和先帝兵戎相见。放屁！先帝不就是死在你的手上吗？胡说！我家主子才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哼！你们当然不会承认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反正我荣景没什么对不住先帝的。哼！可惜啊，慕容将军确实反了，而你景世子也确实叛变了。当今圣上乃天选之子，夜视江山，不是你们这些丧家之犬可以垂涎的。贤哥，我们走吧。你不仅得不到江山，连心爱的女人也要离你而去了。你荣景争来的江山到底是残缺不全，圆满不了。哼，等着吧，你心爱的女人马上就要嫁给圣上了。云氏嫡女必为后，这是祖训。江山和女人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
你不仅得不到江山，连心爱的女人也要离你而去了。你荣景争来的江山到底是残缺不全，圆满不了。哼，等着吧，你心爱的女人马上就要嫁给圣上了。云氏嫡女必为后，这是祖训。江山和女人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玉簪，如今我遇到了你，她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。既然上天安排了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一定不负时光，不负气。一年有365天，我会把这当成365年来过。这样的话，一天就是一年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会有千年万年，生生世世。永不分离。老公，吃饭呐！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蛋包饭。这上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符号呀？这个是爱心 ，LOVE，love， 就是爱的意思。今日荣景，以风月为誓。云潜月，无一生之期。他生，我生；他亡，我亡；他嫁。我娶，我与他相知，长面无绝衰。风月若知往，当以我血祭金婚。烈酒能令我醉，醉了，我便不会再思念他，不会再去想我究竟给他带来过什么样的噩梦。小心，小心些。我去帮你擦把脸。千月，彪子，千月，千月，千月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想你，我无时无刻
不想再次看到你的笑容，听到你的声音。是我太贪心了，还是上天故意惩罚我抛弃了，才令我日日夜夜煎熬如此？殿下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。不对，我如此伤你，此刻你应该对我恨之入骨才是，怎么可能在此时对我展出如此的笑颜呢？这是什么？这一定是什么？殿下，我该走了。青云，就算这是在梦里，于我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一次。请让我在这梦里再多看你一眼吧。殿下，请你清醒一点，我不是云郡主。千玉，我明白，我伤你至此，你不愿意面对我，也不愿意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能理解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离开你，我有多难过。我想你，念你，我回忆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。我想你。殿下，你可知，她虽然被你抛弃，却依然是我此生最羡慕的女子。参见皇上。操练的如何了？不是向皇上说大话，只要逆贼那日现身，臣和众兄弟便定能将其一举擒获，绝不会有失。好，那便继续操练。是，皇上，逆贼荣景非比常人，他那时会自投罗网吗？哼，朕自有办法，让他明知陷阱密布，还要以身犯险。立刻拟旨，朕要把与云浅月的婚事昭告天下。是，原来皇上是要以云郡主为饵，引诱逆贼上钩。可皇上与郡主大婚之日，全城百姓必然聚庆，逆贼隐匿人群之中，我们无异于大海捞针啊！大婚当日，皇家迎亲队伍会依天圣旧礼绕道女娲庙。届时，皇后会以国母的身份入庙，为天圣的百姓祈福。范围缩小至一个小小的庙宇，还愁抓不到一个荣景吗？皇上此计天衣无缝。荣景，朕不但要让你亲自去女娲庙看到朕迎接朕的女人，还要让你匍匐在朕的脚下，悔不当初。谁都别偷懒啊！明儿举办完大婚和册封典礼，这荣华宫便算是正式有主了。人人皆知，皇上对皇后娘娘疼爱至深。你们谁要是出了差错呀，小心皇上责罚。是。
皇上，奴婢已将您要找的人从宫外给您带来了。小民参见皇上。你就是天上鼎鼎大名、手艺最好的银匠。小民惶恐，小民只不过开了一间金银铺，略有些家传手艺，怎敢跟宫内工匠相提并论？承蒙皇上看得起，小民受宠若惊。平身，这有件事情要请教你。小民不敢，谢皇上。皇上，朕要你帮朕做2枚指环。啊，敢问皇上，想在指环上赞什么纹样？就赞一个小月牙吧。请皇上放心，就交给小民吧。不必，这样东西，朕要亲自赞刻。你只需要教会朕便可。是。上官，你看，风儿，是有什么消息吗？新帝迎娶皇后，就在明日。云浅月，皇后。玉阁主，上官。我家主子不见了，陈六也不见了。什么？哥哥肯定是去了帝都，正好，我们可以趁此良机潜入帝都，杀了云浅月和云老王爷。我要把天圣的国婚变成国丧。不行，我家主子肯定不乐意。杀与不杀是我的事。凤儿，我比你更想杀了云王府的人，可是眼下我们必须要保证太子殿下的安全，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小丫头，你在干嘛呢？好看吗？好看，你也给我做一个呗。那可不行，那就成对戒了。对戒就是成双成对的戒指，只有男女成婚的时候才会有的信物，我才不能送给你，那我就得嫁给你了。对戒只有互许终生的2个人才能送给对方的。陛下，陛下。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明日大婚之后再说吗？小丫头，朕想问你，在你看来，朕为何娶你？陛下娶我，自然是因为怜悯我的不幸，想助我度过困顿。朕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但是你错了。朕娶你，不是因为收容，不是因为怜悯，更不是因为好心，而纯粹是因为我爱你。你说什么？是，我深爱着你，毋庸置疑。没想到在你面前吐露心声，也没有那么难。陛下，叫我清然。在这皇宫里，只有你可以这般唤我。在你面前也没有朕，只有那个一直追着你的叶清然。清然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朕当然知道。当年是我太懦弱，爱慕你多年，却一直没有能鼓足勇气追求你。可现在我决定跟时间争一争，看看是否能换得你的心。我是叶氏既定的继承人，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伪装。
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能开口对你说我喜欢你的原因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是我的求而不得。我多么希望你的目光能够停在我脸上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可是你的心里只有三哥，我只有把对你的感情小心翼翼地放在心里。后来你失忆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暗自庆幸能够有机会靠近你，谁知叛岛杀出来一个荣景。我也很后悔将你拱手让人，本来想看着你幸福，谁知道他们一个不惜杀害你，一个只为利用你。日后我要让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小丫头，这是不是也恰恰说明了，是天意让你回到我身边？云家有女，天定之选。以前总觉得是假话，现在明白了，是宿命。既然他们都没有资格守护你，那么日后就由我亲自守护你，让我做你真正的丈夫，让我做你孩子真正的父亲。好吗，小丫头？叶清然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叶倩她才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可以跟我说这些？你这样对得起她吗？我从来没有爱过她，我娶她完全是为了遵循父皇的旨意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废了她，让她离开皇宫，让她滚回乐清。清然，叶倩她那么爱你。他为了你，远离家乡和亲人，千里迢迢来找你，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，只是为了追随你。你不可以这样对他，你不能辜负他。可我爱的不是他。可是你已经娶了她，你就有责任给她幸福。可我爱的是你，我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？清然，你明知道我早就非清白之身，你……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也不在乎旁人的眼光。就算全天下人都反对，我也不后悔我自己的选择。我唯一在乎的，就是你的一句“请让我答应你”。对不起，等到孩子出生以后，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，带着他离开这儿。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只要你待在宫中，让我天天见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清然，叶清然，你的情深意重，这辈子我还不起了。小丫头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月牙指环。是我亲自簪刻的，天下独一无二。你在我身边便好，你不爱我也好，这辈子有我爱你就足够了。就此断了这念念不忘，越是不忘的人最绝望，一直今生也难再成双，且把红尘就此埋葬。小姐，你就别再多想了，皇上他对你是真心的。
正是因为这样，才更让我为难。我竟一直都不知道，原来叶清染心中的那个人，一直不是叶浅。我现在还要取而代之，成为他的皇后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叶浅。于情于理，我都欠他太多太多。可是小姐，你要为您腹中的孩儿着想啊！若是让旁人知道他的父亲是，怕是整个云府都要受牵连了。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还哭了？没，就是想到小姐要出嫁了，我就忍不住。好不容易见到我美美的样子，应当开心才是。还没见过哪家的新娘子有我家小姐这么漂亮的呢。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出嫁，等我出嫁那天啊，肯定更是惊艳四座。以后没人跟你拌嘴了，这云王府的第一把交椅可就是你的了。算你没有失言。这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好好的待在宫里养尊处优，享受你皇后娘娘的派头了。虽然吧，我平时的时候挺眼瞎的，可是我不瞎的时候呀，那是看得真真切切的。这皇帝陛下对你啊，可是一往情深，忠贞不渝的。你可别辜负了人家。千月，不对，皇后娘娘，我可是等着你怂恿皇上赶紧给我也赐个婚。这看上去不错的公子啊，都跟他提提。我听说最近新上任的状元郎不错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臭丫头，这打扮起来还人模人样的。爷爷，终于把你这臭丫头给嫁出去了。可是啊，以后想见爷爷可没那么容易喽。怎么会呢？我在宫中没事的时候，就回来府上看望爷爷。您要没事也可以来宫里看我。皇上家的规矩啊，森严。你呀，不是想干啥就干啥，你得改改你这臭脾气啊！虽然皇上对你疼爱有加，可是你在宫里要多加小心，注意保护自己。小姐，皇上派来的迎亲队伍已经在门外等候了。
皇后娘娘，请。你们暗中观察，如有异样就行动，不要惊扰皇后。是。娘娘，娘娘。 女娲神宿就在前世，但祈福之事乃于倾诉之地行神圣之事，无关人等不能介入。什么人？追！快追！快追！ 你们几个那边，你们几个这边，走！所有人给我来！陈将军，信女云氏浅月，以叶氏皇后身份，向女娲娘娘祈福，请求女娲娘娘为天圣降下福瑞，保佑国泰民安。 皇上，臣办事不力，被荣景反擒，他简直险快不堪。这次又将我乔装成他的样子，定是故意利用我在庙中引开皇上耳目，并趁机逃走。废物！皇上息怒，臣这就去全城追捕。臣先去迎皇后。 参见皇上。皇上怎么来了？礼仪都是给天下人看的。朕的皇后，自然要朕亲自来接。回宫的路程长，怕你太闷，朕就提前来陪你了。 红尘雨落，尽心忽悠，尘满梦上，看三千繁华满目在飞扬，却不知梦外余生只要你幸福，我便知足了。 流不尽痴情，却换来感伤。往前走，缱绻相守候，两两相望。这颗心何时会停止流浪？伸出手，近在咫尺海，是你身在远方。是不是思念比爱更漫长？ 娘娘，
回去吧。我成亲那日，皇上因为他抛下了我，一连数日不肯见我。如今他们大婚，皇上又不顾礼节亲自相迎。往日说的什么姐妹情深，到头来都是谎话。阿武，我待皇上远胜过他，可是皇上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？娘娘，我不懂。